据我抽光子一套虎门黄糕，这一包鸡腿米140块1斤，听着中秋节还要涨价，今朝去看看，吃高死。鸡腿米几钿一斤？哎呦，真的涨至10块呢！现在在500店问问，几钿一斤？150。哎呦，实力涨高涨。现在不涨，什么时候涨？那么工资分涨就好啊。你家的少不代表别人家的少。1年不够3，再来一杯。几钿一斤？你都是么样涨嘛？不涨白不涨。400块3斤，今年不变质，明年如果工资高得多么，这一旦涨上去，虎门黄糕曾经是上山国老百姓心目当中的鸡腿米天堂。南塘鸡腿米是苏北是一个天花板，可惜现在还改名字叫苏州鸡腿米，因为原来种鸡腿米的南塘已经变成公司伟大的工业园区，优质农产品变血工厂，鸡腿米变集成电路，是康庄大道还是富贵路，只有让辰光来证明；是眼前利益还是一劳永逸，只有让历史来见证。哟，真开杯我冰有没有豆沙月饼？他发觉在上节上，因为有不得了个粉丝喊我代购，寻来人去分寻着还吃的，还讲人家分析的哪能？人家都是小的问。哎呦，没至于没地面，狗夫妇你懂懂，那个还叫豆沙月饼啊！作为苏州人，我也觉着难为人。还吃个豆沙月饼分马成功，现在我要选在苏州中心去推了。Hello， 我来问上我个开店生意几辰光还带后家？到货了会联系，起码要半个月了。我付了钱以后吧，一直夜不能寐。我就在想着吧，你们这个店是不是还开着？所以我今天特意来看看。那国庆节能不能拿到啊？我下个月要到美国去了。大概率应该差不多。为首海，店开了。想了，当初我投资一球星还便宜1000两，一个半海的一个工资花脱了里向。但现在实际上这个银子啊分看见，再等等嘛，还到拿到谁当不大个，何福为利？但我的第一桩事体是3点鸡腿米哒哒，水开爆气，水再开，2秒钟关火，拉出来，不是2分钟，还不是2分钟，搞糖关火。有种人讲着，你像鸡腿米拍子560多子，那也拍子，分我也才2万，问个人实在太多。我原来以为只有30名人不晓得，风科长不得了，上海人、上州人，全部没黑龙洞，看来苏州个天然繁华，真的进海住老人们难。